人氣男團 Mirror 成員姜濤喺6月24日下午喺西環副食品批發市場附近唔小心跌咗落海，嚇親唔少粉絲。現場有人話佢當時可能啱啱飲咗啲酒，加上地下濕滑，結果一唔小心就撲落海。幸好有傳經過，啲人即刻跳起身幫手救人，最後成功將姜濤拉返上嚟，並送去瑪麗醫院急救，再轉去私家醫院做檢查。姜濤其後喺 IG 限時動態報平安，寫咗句自己唔小心出咗個小意外，我冇事，唔使擔心。佢經理人花姐都轉發咗佢個 post， 證實佢而家狀況 OK， 叫大家唔使過分擔心。有關佢原本25號嘅見面會活動，同埋之後會唔會照喺巴黎工作，所屬公司就暫時未有話會改期定取消。呢單新聞一出，粉絲即刻湧入留言，唔好再嚇我哋啦，好彩無事，小心啲啊姜 B。同時都有人關注藝人工作時嘅安全措施，建議公司做好風險管理。